大家好，我係 Patrick 啊，今日嚟講下咧《孫子兵法》啊。咁《孫子兵法》咧，相信大家就算冇睇過本書咧，都會聽過佢個大名噶啦。咁如果你以為咧《孫子兵法》只係古代打仗先至用咧，咁就錯啦。佢嘅智慧咧，今日係外國嘅軍校啦都會讀到啦。而對我哋呢啲平民嚟講咧，喺職場啊、商場，甚至乎係生活入邊咧，都可以幫我哋咧贏在起跑線嘅。喺2000幾年前嘅春秋時代咧，有一位傳奇嘅軍事家孫武啊，人稱孫子。咁佢唔單止咧係帶兵打仗嘅將軍啊，更加係一位用腦袋取勝嘅戰略大師。嗱，佢嘅著作咧《孫子兵法》全書咧只有13篇啊，大約6000字左右。但係咧，就係呢本咁短嘅兵書咧，就被譽為係兵學嘅聖典啊！佢講嘅唔單止咧係戰場上面嘅勝負，更加係點樣去洞察人心啦，制定策略，以最少嘅代價咧取得最大嘅成果㗎。孫子兵法咧全書有13篇啊，咁我哋咧講一講個目錄先。第一篇《始計篇》就係講咧戰前嘅籌劃啦，同埋評估形勢嘅。第二篇呢係作戰篇，講戰爭嘅成本同埋速戰嘅原則。第三篇謀攻篇，論以謀略取勝，不戰屈人之兵。第四篇呢係軍營篇，論軍隊嘅部署同埋咧點樣立於不敗之地嘅。第五篇係兵勢篇，論點樣運用兵力嘅態勢咧同埋節奏。第六篇係虛實篇，論攻守嘅虛實同埋調動敵人。第七篇係軍爭篇，論爭奪有利嘅地形同埋行軍機動。第八篇九變篇，論因時因地靈活變化嘅戰術。第九篇行軍篇，論行軍觀察同埋防範敵情。第10篇地形篇，論不同地形嘅特性同埋應對。第11篇九地篇，論9種作戰地勢同埋對策。第12篇火攻篇，論運用火攻嘅時機同埋方法。第13篇呢就係用間篇，論情報啦同埋間諜運用嘅重要性嘅。好，事不宜遲，咁我哋咧即刻開始講第一篇。第一篇始計篇，呢個計呢唔係計謀嘅計，而係咧計數嘅計。孫子話戰爭係一個國家嘅頭等大事，關係到軍民嘅生死，國家嘅存亡，係必須要慎重地觀察、分析同埋研究嘅。因此必須通過敵我雙方5個方面嘅分析、7種情況嘅比較，得到詳情嚟到預測戰爭勝負嘅可能性。呢5個方面呢，就係道、天、地、將、法。所謂道呢，就係君主同埋民眾之間目標要相同啦，意志統一可以同生共死，而唔會懼怕危險嘅。所謂天呢，就係指晝夜啊、陰晴寒暑4季嘅更替。所謂地呢，就係指地勢嘅高低啦，路程嘅遠近，地勢係險要定係平坦呢？戰爭係廣闊定係狹窄，係生地定係死地等等嘅地理條件。將呢，就係指將領係咪足智多謀、賞罰有信、對部下真心關愛、勇敢果斷、軍紀嚴明。所謂法呢，就係指組織嘅結構、責權劃分、人員編制、管理制度、資源保障、物資調配等等。對呢5個方面，將領都必須做深刻嘅了解，了解得越深入呢，就可以贏，否則呢就贏唔到啦。有咗呢5個大方向呢，就要進一步比較敵我雙方嘅7個問題，從而嚟預測戰爭嘅勝負。呢7個問題係邊一方嘅君主係有道明君，可以得到民心呢？邊一方嘅將領更加有能力呢？邊一方佔有天時地利呢？邊一方嘅法規法令可以更加嚴格咁執行呢？邊一方嘅資源更加充足，裝備更加精良，兵源更加廣大？邊一方嘅士兵更加訓練有素，更加有戰鬥力呢？邊一方嘅賞罰更加公正嚴明呢？通過呢啲比較，孫子話佢就可以知道咗勝負啦。如果將領聽從佢嘅計策，任用佢就贏緊嘅。孫子話佢就會留低個將領。如果將領唔聽從佢嘅計策，用佢呢就輸緊，佢就會炒咗佢。聽從咗有利於克敵制勝嘅計策之後呢，仲要創造一種勢態，作為協助我方軍事行動嘅外部條件。所謂勢呢，就係按照我方建立優勢，掌握戰爭主動權嘅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嚟採取唔同嘅相應措施。因為用兵作戰呢，就係詭詐，因此有能力嘅要扮作冇能力，實際上要打佢就扮作唔想打佢。想打佢近處呢，就要扮攻打佢遠處；想打佢遠處呢，就要扮攻打佢近處。對方貪小便宜呢，就要用利益誘惑佢；對方混亂嘅時候呢，就趁機攻取佢；對方強大嘅時候呢，就要防備佢；對方暴躁易怒嘅時候呢，就可以撩撥佢發嬲，而令到佢失去理智。如果對方自卑而謹慎呢，就要令到佢驕傲自大；
對方體力充沛咧，就要令到佢勞累；對方內部親密團結咧，就要挑撥離間。要攻打佢對方冇防備嘅地方，喺對方冇估到嘅時機咧發動進攻，呢啲都係軍事家克敵制勝嘅訣竅，唔可以咧事先傳俾人嘅。未開戰而喺戰前會議入邊認為會贏嘅呢，就因為具備嘅致勝條件夠多。如果未開戰就喺戰前會議入邊咧認為贏唔到，係因為咧具備嘅致勝條件少。具備致勝條件越多就會贏，越少咧就唔會贏。何況係一個致勝條件都唔具備嘅呢？孫子話佢從呢啲對比分析嚟睇呢，勝負嘅情形呢就可以睇得出嚟啦。第二篇作戰篇，孫子話要興兵作戰，需要做嘅物資準備有輕車千輛、重車千輛，全副武裝嘅士兵10萬，並且向千里之外運送糧食。咁樣前後方嘅軍內外開支、招待使節、策士嘅用度、用於武器維修嘅膠漆等等嘅材料費用，仲有保養戰車甲胄嘅支出等等，每日要消耗千金。按照咁樣嘅標準準備之後，10萬大軍先至可以出發上戰場。因此，軍隊作戰就要求速勝。如果拖好耐嘅軍隊，就必然會疲憊、錯失銳氣。一旦攻城，就兵力將會耗盡。長期對外作戰就會必然導致國家嘅財用不足。如果軍隊因為久戰而疲憊不堪、銳氣受挫、軍事實力耗盡、國內嘅物資枯竭，其他諸侯就一定會趁火打劫。咁樣就算係足智多謀嘅謀士，亦都冇良策嚟到挽救危亡啦。所以喺實際作戰入邊，只係聽講過將領缺少高招，令到難以速勝，但係就冇見過指揮高明而巧於持久作戰嘅將軍。戰爭抗日持久而有利於國家嘅事，從來都未有過。所以唔能夠詳盡地了解用兵嘅害處，就唔可以全面地了解用兵嘅益處。善於用兵嘅人唔需要再次去徵集兵員，唔使多次去運送軍糧，武器裝備由國內供應，而喺敵人嗰度設法去奪取糧食，咁樣軍隊嘅糧草就可以充足啦。國家之所以因為作戰而貧困，係由於軍隊遠征，不得不進行長途嘅運輸。長途運輸就會必然導致百姓嘅貧窮，駐軍附近嘅物價必然飛漲，物價飛漲就會導致物資枯竭，物資枯竭，賦稅同埋勞役就必然加重。喺戰場上面軍力耗盡，喺國內財政枯竭，百姓私家嘅財產損耗咗7%，而公家嘅財產由於車輛破損、馬匹疲憊、盔甲、弓箭、矛擊、盾牌、牛車等等嘅損失而消耗去6%，所以明智嘅將軍一定會喺敵國解決糧草，喺敵國攞到1眾嘅糧食，就相等於喺本國運去20眾；喺當地取得1石嘅飼料，就相等於喺本國運去20石。所以要令到士兵拼死殺敵，就必須激勵佢哋，要使到士兵勇於奪取敵方嘅軍需物資，就必須以繳獲嘅財物作為獎賞。所以喺車戰中，搶奪到10輛車以上嘅，就獎賞最先搶到戰車嘅士兵；而奪得嘅戰車就要立即換上我方嘅旗幟，將搶得嚟嘅戰車編入我方嘅車隊。要善待俘虜，令到佢哋有歸順之心，呢個就係戰勝敵人而使自己越發強大嘅方法。所以作戰最重要、最有利嘅係速勝，最不宜嘅係曠日持久。真正懂得用兵之道、深知用兵利害嘅將帥，掌握住民眾嘅生死，主宰住國家嘅安危。第3篇謀攻篇，孫子話戰爭嘅原則係令到敵人舉國降服係上策，用武力擊破敵國就係次一等嘅。令到敵人全軍降服係上策，擊破敵軍就係次一等嘅；令到敵人全旅降服係上策，擊破敵旅就係次一等嘅；令到敵人全卒降服係上策，擊破敵卒就係次一等嘅；令到敵人全伍降服係上策，擊破敵伍就係次一等嘅。所以百戰百勝算不上係最高明嘅，唔使通過交戰就可以降服全體敵人嘅，先至係最高明嘅。所以話上等嘅軍事行動係用謀略挫敗敵方嘅戰略意圖或者戰爭行為，其次就係用外交去戰勝敵人，再其次就係用武力去擊敗敵軍，最下之策就係攻打敵人嘅城池。攻城係不得已而為之，係冇辦法之中嘅辦法。製造大盾牌同埋4輪車，準備攻城嘅所有器具，起碼要3個月；堆築攻城嘅土山，起碼又要3個月。如果將領難以抑制焦躁嘅情緒，命令士兵好似螞蟻一樣爬牆攻城，
儘管士兵死傷咗1/3，但係城池就依然冇攻落嚟，呢個就係攻城帶嚟嘅災難。所以善用兵嘅人唔使要通過打仗就令到敵人屈服，唔使要通過攻城就令到敵食投降，摧毀敵國唔需要長期作戰，一定要用全勝嘅策略爭勝於天下，從而既唔需要國力兵力受挫，又可以獲得全面勝利嘅利益。呢個就係謀攻嘅方法。所以喺實際作戰中運用嘅原則就係，如果我方人數10倍於敵方，就實施圍殲；5倍於敵方就實施進攻；2倍於敵方就要努力戰勝敵軍；勢均力敵就要設法分散各個擊破。如果兵力弱於敵人，就要避免作戰。所以弱小嘅一方如果死並固守，就會成為強大敵人嘅俘虜。將帥係國家嘅輔助，如果輔助嘅謀略係慎密周詳，國家就必然強大；如果輔助嘅謀略疏漏失當，國家就必然衰弱。所以國軍對於軍隊嘅危害有3種：第一，唔知道軍隊唔可以前進而下令前進；唔知道軍隊唔可以後退而下令後退，呢個就叫做束縛軍隊；唔知道軍隊嘅戰守之時、內部事務同埋三軍之政，將士們就會無所適從；唔知道軍隊戰略戰術嘅權宜變化，但就干預軍隊嘅指揮，將士就會疑慮。軍隊既然無所適從，又疑慮重重，諸侯就會趁機興兵作難。呢個就係自亂其軍，坐失勝機。所以預見勝利有5個方面，能夠準確判斷呢場仗打唔打得嘅就會贏，知道根據敵我雙方嘅兵力多少而採取對策嘅就會贏，全國上下、全軍上下意願一致、同心協力嘅就會贏，已有充分嘅準備嚟對付毫無準備嘅就會贏，主將精通軍事、精於權變，而君主又唔加干預嘅就會贏。以上呢，就係預見勝利嘅方法。所以話了解敵人，亦都要了解自己。每一次戰鬥呢都唔會有危險。唔了解敵人，但係了解自己嘅，勝負嘅幾率就各半。既唔了解敵人，又唔了解自己嘅，每戰就必定會輸。第4篇軍營篇。孫子話：以前善於用兵作戰嘅人，總係首先創造出自己唔可以被戰勝嘅條件，並且等待可以戰勝敵人嘅機會，令到自己不被戰勝，其餘主動權就掌握喺自己嘅手上面。敵人能唔能夠被戰勝，在於敵人會唔會俾我哋一個可乘之機。所以善於作戰嘅人，只能夠使自己不被戰勝，而唔能夠使敵人一定會被我軍戰勝。所以話勝利係可以預見，但係唔能夠強求。敵人冇可乘之機，唔能夠被戰勝，就要防守以等待；敵人有可乘之機，能夠被戰勝，就要出奇攻而取之。防守係因為我方兵力不足，進攻係因為兵力超過對方。善於防守嘅隱藏自己嘅兵力就好似喺深不可測嘅地下；善於進攻嘅部隊就好似從天而降，敵不及防，咁樣先可以保存自己而獲得全勝。預見勝利唔能夠超過平常人嘅見識，算不上係最高明嘅。交戰而又取勝，就算天下人都稱讚佢，亦都唔算得上係最高明嘅。正如能夠舉起一條毫毛，稱不上係力大；能夠見到日月，唔算得係視力好；聽得見打雷，唔算得上係耳聰。古代所謂善於用兵嘅人，只係戰勝咗嗰啲容易戰勝嘅敵人。所以真正善於用兵嘅人，冇智慧過人嘅明星，冇勇武蓋世嘅戰功，而佢既能打勝仗，又唔出任何嘅閃失。原因係在於佢嘅謀劃措施能夠保證佢所戰勝嘅係已經注定失敗嘅敵人。所以善於打仗嘅人，不但只令到自己始終處於不被戰勝嘅境地，亦都唔會放過任何可以擊敗敵人嘅機會。所以打勝仗嘅軍隊總係喺具備咗必勝嘅條件之後先至交戰嘅，而打敗仗嘅部隊總係先交戰，喺戰爭中企圖去僥倖取勝。善於用兵嘅人，潛心研究致勝之道，修明政治，堅持致勝嘅法則，所以能夠主宰咗勝敗。兵法就係一係度，即係估算土地嘅面積；二係量，即係推算物資資源嘅容量；三係數，即係統計兵員嘅數量；四係稱，即係比較雙方嘅軍事綜合實力；五係勝，即係得出勝負嘅判斷。土地面積嘅大小決定咗物力、人力資源嘅容量，資源嘅容量決定咗可以投入部隊嘅數目，部隊嘅數目決定咗雙方兵力嘅強弱，雙方兵力嘅強弱就得出咗勝負嘅概率。獲勝嘅軍隊對於失敗嘅一方係具有絕對嘅優勢嘅，勝利者一方打仗就好似積水從千仞高嘅山澗中衝決而出，勢不可擋。呢個就係軍事實力嘅表現。第5篇兵勢篇。
治理大軍團就好似治理小部隊一樣有效，係依靠合理嘅組織結構編制。指揮大軍團作戰就好似指揮小部隊作戰一樣到位，係依靠明確高效嘅信號指揮系統。整個部隊同埋敵人對抗而唔會失敗，係依靠正確運用奇正嘅變化。攻擊敵軍就好似石頭抌雞蛋一樣容易，關鍵係在於以實擊虛。大凡作戰都係以正兵做正面交戰，而用騎兵去出奇制勝。善於運用騎兵嘅人，佢嘅戰法嘅變化就好似天地運行一樣無窮無盡，好似江海一樣永不枯竭，好似日月運行一樣終而復始，好似四季更迭一樣去而復來。宮商角徵羽不過係5個音，但係5個音嘅組合變化永遠都聽唔完。紅黃藍白黑不過係5種顏色，但係5種色調嘅組合變化永遠都睇唔完。甜酸苦辣鹹不過係5種味道，但係5種味道嘅組合變化永遠都嘗唔完。戰爭中軍事實力嘅運用不過係奇同埋正兩種，而奇正嘅組合變化永遠都無窮無盡。奇正相生，相互轉化，就好似一個圓環喺度運轉，無始無終。湍急嘅流水之所以能夠飄動大石，係因為佢產生咗巨大衝擊力嘅勢能。猛禽搏擊雀鳥一舉可以置對手於死地，係因為佢掌握咗最有利於爆發衝擊力嘅時空位置。所以善於作戰嘅指揮者，佢所造成嘅態勢係險峻嘅，進攻嘅節奏係短促有力嘅。生旗紛紛，人馬雲雲，雙方混戰，戰場上面嘅事態萬端，但係有自己嘅指揮組織，陣腳唔能夠亂。混混沌沌，迷迷蒙蒙，兩軍攪作一團，但係勝利就喺我嘅把握之中。雙方交戰，一方會混亂係因為對方嘅治軍更加嚴整，一方會怯懦係因為對方更加勇敢，一方弱小係因為對方更加強大。軍隊治理有序或者係混亂，在於佢嘅組織編制；士兵勇敢或者係膽怯，在於部隊所營造嘅態勢同埋聲勢。軍力強大或者弱小，在於部隊日常訓練所造就嘅內在實力。善於調動敵軍嘅人，向敵軍展示一種或真或假嘅軍情，敵軍就必然據此判斷而跟從。俾敵軍一啲實際利益作為有利，敵軍就會趨利而來，從而聽從我嘅調動。一方面用呢啲方法去調動敵軍，一方面就要嚴陣以待。所以善戰者會追求形成有利嘅勢，而唔係苛求士兵，因而能夠選擇人才去適應同埋利用已經形成嘅勢。善於創造有利嘅勢嘅將軍，指揮部隊就好似轉動木頭同埋石頭。木同埋石嘅性情就係處於平坦嘅地勢上面就會靜止不動，處於陡峭嘅斜坡上面就會滾動。方形容易靜止，圓形容易滾動。所以善於指揮打仗嘅人所造就嘅勢，就好似讓原石從極高極陡嘅山上面滾落嚟一樣，來勢兇猛。呢個就係所謂嘅勢啦。第6篇虛實篇，孫子話：大凡先到達戰地等待敵軍嘅，就會精力充沛，主動安逸；而後到達戰地匆忙投入戰鬥嘅，就會被動勞累。所以善戰者調動敵人，而決不會為敵人所調動。能夠調動敵人，令到自動嚟到我想遇上嘅戰地，係用利益嚟到引誘嘅。能夠令到敵人唔先我嚟到戰地，係設置障礙、多方阻撓嘅結果。所以如果敵人處軍安逸，就要想辦法令佢疲勞；如果敵人糧食充足，就要令到佢匱乏；如果敵人安然不動，就要令到佢不得不行動起嚟。通過敵人不設防嘅地區進軍，喺敵人預料唔到嘅時間，向敵人預料唔到嘅地點進擊，進軍千里而不疲憊，係因為走喺敵軍無人抵抗或者無力抵抗嘅地區。如若無人之境，我進攻就一定會獲勝，係因為攻擊嘅係敵人疏於防守嘅地方。我防守一定會穩固，係因為守住咗敵人一定會進攻嘅地方。所以善於進攻嘅就要做到使敵方唔知道喺邊度防守，唔知道點樣防守。而善於防守嘅就係要令到敵人唔知道喺邊度進攻，唔知道點樣進攻。深奧啊，精妙啊，竟然見唔到一啲嘅形跡，神奇啊，玄妙啊，居然唔流出一點嘅消息，所以就能夠成為敵人命運嘅主宰。進攻嘅時候，敵人冇辦法抵禦，咁咪攻擊咗敵人兵力空虛嘅地方；撤退嘅時候，敵人冇辦法追擊，咁咪行動迅速，敵人追唔上嚟。所以我軍要交戰，敵人就算係捉住高牆挖咗深溝，都不得不出嚟與我軍交戰，因為我軍攻擊咗佢非救不可嘅要害之處。我軍唔想同敵軍交戰，雖然只喺地上面劃出咗界限當係防守，敵人都冇辦法同我軍交戰，原因係我已經設法改變咗敵軍進攻嘅方向，所以令到敵軍處於暴露狀態，而我軍處於隱蔽狀態，咁樣我軍嘅兵力就可以集中，
而敵軍嘅兵力就不得不分散啦。如果敵我嘅總兵力相當，我集中兵力喺一點，而敵人分散喺10處，咁我就係20對1。咁樣喺局部戰場上面就會出現咗我眾敵寡嘅態勢。喺呢種態勢之下，同我軍所交戰嘅我哋用力嘅少，而成功嘅機會就會大大嘅增加。敵人唔知道我軍所預定嘅戰場喺邊度，就會處處分兵防備。防備嘅地方越多，能夠同我軍喺特定嘅地點交戰嘅敵軍就越少。所以防備前面後邊嘅兵力就會不足，防備後邊前面嘅兵力就會不足，防備左方右方嘅兵力就會不足，防備右方左方嘅兵力就會不足，所有地方防備，所有地方嘅兵力都會不足。兵力不足係因為分兵防禦敵人，兵力充足係由於迫使敵人分兵防禦我。所以既預知同敵人交戰嘅地點，又預知交戰嘅時間，就算係行軍千里都可以同敵人交戰。唔能夠預知同敵人交戰嘅地點，又唔能夠預知交戰嘅時間，倉促遇敵就會出現左軍唔能夠救右軍，右軍唔能夠救左軍，前軍唔能夠救後軍，後軍唔能夠救前軍。何況遠嘅相距10里，近嘅都有好幾里遠呢？依我對吳國所作嘅分析，越國雖然兵多，但係對於佢嘅勝利又有咩幫助呢？所以話勝利係可以創造嘅。敵人雖然兵多，但係就可以令到敵人冇辦法有效地參與戰鬥。通過仔細分析，可以判斷到敵人作戰計劃嘅優劣得失。通過挑動敵人，就可以了解到對方嘅活動規律。通過視形，就可以搞清楚地形係咪對敵方有利。通過試探性嘅進攻，就可以探明對方嘅兵力佈置強弱多寡。所以視形有敵嘅方法運用得極其巧妙嘅時候，一啲破綻都冇。去到呢個境地，就算係隱藏在心嘅間諜都唔能夠探明我嘅虛實，智慧高超嘅對手亦都想唔出對付我嘅方法。根據敵情採取制敵嘅策略，就算擺喺眾人面前，眾人亦都理解唔到。人人都知道我克敵制勝嘅方法，但係就唔知道我係點樣運用呢啲方法去制勝嘅。所以戰勝敵人嘅戰略戰術每次都係唔一樣嘅，應該適應敵情，靈活運用。兵嘅形態就好似水一樣，水流動嘅時候係避開高處流向低處嘅。用兵取勝嘅關鍵係避開設防嚴密嘅實力強大嘅敵人，而攻擊佢薄弱嘅環節。水係根據地勢嚟決定流向嘅，軍隊係根據敵情嚟採取制勝嘅方略。所以用兵作戰冇一成不變嘅態勢，正如流水冇固定嘅形狀同埋去向，能夠根據敵情嘅變化而取勝嘅就叫做用兵如神。金木水火土呢5行係相生相克，冇一個係常態。四季相繼相待，冇一個係固定不移嘅。白日嘅時間有長有短，月亮亦都有圓有缺，萬物皆處於流變嘅狀態。第7篇軍爭篇，孫子話用兵嘅原則。將領接受咗軍命，從召集軍隊、安營紮寨，到開赴戰場同敵人對峙，冇一樣嘢比率先爭得制勝嘅條件係更加難噶啦。軍爭中最困難嘅嘢就係以迂回進軍嘅方式實現到更快到達預定戰場嘅目的，將看似不利嘅條件轉化為有利嘅條件。所以由於我迂回前進，又對敵人有之以利，令到敵人唔知我嘅意欲去邊度。因此，雖然我係出發較後嘅嗰一隊，但係就能夠先於敵人到達戰場。能夠咁樣做就係知道迂直之計嘅人啦。軍爭係為咗有利，但係軍爭都有危險嘅。如果我哋帶住全部輜重去爭利，就會影響咗行軍嘅速度，唔能夠俾敵人先抵達戰場。如果我哋抌低輜重輕裝去爭利，裝備輜重就會損失。捲甲急進，白日黑夜唔休息咁樣急行軍，奔跑幾百里去爭利，則三軍嘅將領有可能會被俘虜。健壯嘅士兵能夠率先抵達戰場，疲憊嘅士兵就必然落後。只有1/10嘅人馬能夠如期到達。如果強行軍50里去爭利，先頭部隊嘅主將必然受挫，而軍士一般只有一半可以如期到達。如果強行軍30里去爭利，一般就只有2/3嘅人馬可以如期到達。咁樣部隊冇輜重就唔能夠生存，冇糧食供應就唔能夠生存，冇戰備物資儲備就唔可以生存。所以如果唔了解諸侯各國嘅圖謀，就唔好同佢哋結成聯盟；唔知道山林險阻沼澤嘅地形分佈，就唔可以行軍；唔用嚮導就唔能夠掌握同埋利用有利嘅地形。所以用兵係憑着施詭詐出奇兵而獲勝嘅。根據係咪有利於獲勝決定行動。
根據雙方嘅情勢，或者分兵，或者係集中為主要嘅變化。按照戰場形勢嘅需要，部隊行動迅速嘅時候就好似狂風飛旋，行進鬆容嘅時候就好似喺樹林入邊咧緩緩咁散步，攻城略地嘅時候就好似烈火咁迅猛，駐守防禦嘅時候咧就好似大山一樣穩陣，軍情隱蔽嘅時候咧就好似烏雲蔽日，大軍出動嘅時候就好似雷霆萬鈞，奪取敵方嘅財物，擄掠百姓應該分兵行動。開拓疆土、分奪利益，應該分兵扼守要害，呢啲都係應該要權衡利弊，根據實際情況上機行事，率先知道迂直之計嘅將領將會獲勝，呢個就係軍爭嘅原則。喺軍政上面會咁講嘅，喺戰場上面用語言嚟指揮好容易聽唔清楚，所以設置咗金鼓；用動作嚟到指揮好容易睇唔見，所以用牲旗。金鼓、牲旗係用嚟統一士兵嘅視聽，統一作戰行動嘅。既然士兵都服從咗統一指揮，咁樣勇敢嘅將士就唔會單獨前進，膽怯嘅都唔會獨自後退。呢個就係指揮大軍作戰嘅方法。所以夜間作戰要多處點火把，頻頻擊鼓；日頭打仗嘅時候要多處設置牲旗。呢啲係用嚟擾亂敵方嘅視聽嘅。對於敵方三軍可以挫傷佢嘅銳氣，可以令到佢喪失士氣；對於敵方嘅將帥可以動搖佢嘅決心，可以令到佢冇咗鬥志。如果敵人朝頭早嚟到，佢哋嘅氣勢必定旺盛；陳兵去到中午，人力就開始困倦，而氣勢亦都開始怠惰。去到日暮嘅時候人心思歸，佢哋嘅氣勢更加衰落。善於用兵嘅人見到敵方嘅氣勢銳利就會避開佢，等佢嘅士氣衰竭嘅時候先至發起猛攻。呢個就係正確運用士氣嘅原則，用治理嚴整嘅我軍嚟對付軍政混亂嘅敵軍，用我鎮定平穩嘅軍心嚟對付軍心躁動嘅敵人。呢個係掌握並且運用軍心嘅方法。以我就近進入戰場而等待長途奔襲嘅敵人，以我從容穩定嚟對待倉促疲勞嘅敵人，以我嘅飽食之師嚟對待飢餓嘅敵人。呢啲係懂得並且利用自己之力以困住呢敵人嘅力量。唔好去迎擊旗幟整齊、步伍統一嘅隊伍，唔好去攻擊陣容整肅、士氣飽滿嘅軍隊。呢個係懂得戰場上面嘅隨機應變。所以用兵嘅原則係，對於佔據高地嘅敵人唔好做正面嘅仰攻，對於假裝敗逃嘅敵人唔好跟蹤追擊，敵人嘅精銳部隊唔好強攻，敵人嘅有利之兵唔好貪食。對於正在向本土撤退嘅部隊唔好去阻截，對於被包圍嘅敵軍要預留一個缺口，對於陷入絕境嘅敵人唔好過分逼迫。呢啲都係用兵嘅基本原則。第8篇九變篇，孫子話用兵嘅原則。將領接受咗國軍嘅命令，召集人馬組建軍隊，喺難於通行之地唔好駐紮，喺四通八達嘅交通要道要同四鄰結交，喺難以生存嘅地區唔好停留，要趕快通過，喺四周有險阻容易被包圍嘅地區要精於謀劃，誤入死地嘅時候要堅決作戰。有啲道路唔好行，有啲敵軍唔好攻，有啲城池唔好佔，有啲地域唔好爭。君主嘅某啲命令亦都可以唔接受嘅。所以將帥精通九變嘅具體運用就係真正懂得用兵啦。將帥唔精通九變嘅具體運用，就算熟悉地形都唔可能得到地利。指揮作戰如果唔識得九變嘅方法，就算知道五利，亦都唔能夠充分發揮部隊嘅戰鬥力。智慧明達嘅將帥考慮問題必然會將利同埋害一齊去權衡。喺考慮不利嘅條件嘅時候都要考慮有利嘅條件，大事就可以順利進行啦。喺睇到有利嘅因素同時亦都考慮到不利嘅因素，禍患就可以排除。因此，用最令人頭痛嘅事去使敵國屈服，用複雜嘅事變去使敵國窮於應付，以利益為有利，引誘敵國疲於奔命。所以用兵嘅原則係唔抱敵人唔會嚟嘅僥倖心理，而係依靠我方有充分嘅準備，嚴陣以待；唔抱敵人唔會攻擊嘅僥倖心理，而係依靠我方堅不可摧嘅防禦，唔會被戰勝。所以將領通常有5種致命嘅弱點：堅持死拼硬打，可能招致殺身之禍；臨陣畏縮，貪生怕死，就可能會被俘虜；性情暴躁易怒，可能受輕敵侮辱而失去理智；過分嘅潔身自好，珍惜名聲，可能會因為被羞辱而引發衝動；由於愛護民眾，受唔住敵方嘅擾民行動而不能採取相應嘅對敵行動。所以呢5種嘅情況都會係將領最容易有嘅過失，係用兵嘅災難。軍隊覆沒，將領犧牲，必定係因為呢5種嘅危害，因此一定要認識到呢5種危害嘅嚴重性。第9篇行軍篇，孫子話喺各種唔同嘅地形上面處置軍隊同埋觀察判斷敵情嘅時候，應該注意
通過山地必須依靠有水草嘅山谷，駐紮喺居高向陽嘅地方。敵人佔領高地唔好佯攻，呢個係山上面對軍隊嘅處置原則。橫渡江河應該遠離水流駐紮，敵人渡水嚟戰，唔好喺江河中迎擊，要等佢渡過一半嘅時候再攻擊，咁樣咧會較為有利。如果要同敵人決戰，唔好依靠水邊列陣，喺江河地帶紮營都要居高向陽，唔好面迎水流，呢個係喺江河地帶上面對軍隊處置嘅原則。如果通過鹽鹼沼澤地帶，就要迅速離開，唔好逗留。如果同敵軍相遇於鹽鹼沼澤地帶，咁就必須要靠近水草而背靠樹林。呢個呢，就係鹽鹼沼澤地帶上面對軍隊處置嘅原則。喺平原上面應該佔領開闊地域，而側翼就要倚託高地，前低後高。呢個係喺平原地帶上面對軍隊處置嘅原則。以上4種處軍嘅原則嘅好處，就係皇帝之所以能夠戰勝其他4帝嘅原因啦。大凡駐軍總係喜歡喺乾燥嘅高地，避開潮濕嘅窪地，重視向陽之處，避開陰暗之地，靠近水草嘅地區。軍需供應充足，將士百病不生，咁樣就有咗勝利嘅保證。喺丘陵提防行軍就必須佔領佢向陽嘅一面，並且將主要嘅側翼背靠住佢。呢啲對兵有利嘅措施係利用地形作為輔助條件嘅。上游下雨，洪水特至，禁止徒步，應該等待水流稍平緩之後。凡係遇到或者通過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呢幾種地形，必須要迅速離開，唔好靠近。我哋應該遠離呢啲地形，而係讓敵人去靠近佢哋。我哋應該面向呢啲地形，而讓敵人去背靠佢哋。軍隊兩旁遇到有險峻嘅隘路、湖沼、水網、蘆葦、山林同埋草木茂盛嘅地方，必須要謹慎反覆搜索。呢啲都係可能敵人有埋伏或者係隱藏奸細嘅地方。敵人離我好近而安靜嘅就係倚仗佢佔領險要地形。敵人離我好遠但係挑戰不休嘅係想誘我前進。敵人之所以駐紮喺平坦地方，係因為對佢有某種嘅好處。如果見到好多樹木喺度搖動，係敵人隱蔽前來。如果草叢入邊有好多遮蔽物，係敵人布下嘅疑陣。見到群鳥驚飛，即係下邊有伏兵。見到野獸械奔，就係敵人大舉突襲。見到塵土高而尖，係敵人嘅戰車駛來。如果見到塵土低而寬廣，係敵人嘅步兵開來；如果塵土疏散飛揚，就係敵人喺度拖柴而走；塵土少而時起時落，就係敵人喺度紮營。如果敵人嘅使者措辭謙卑，但又喺度加緊戰備嘅，就係準備緊進攻；如果措辭強硬而軍隊又做出前進姿態嘅，其實係準備緊撤退。輕車先出動，布置喺兩翼，就係布列陣勢。敵人喺尚未受挫而出嚟講和呢，就係另有陰謀。敵人急速奔跑並且排列布陣呢，就係企圖約其同我決戰。敵人半進半退嘅呢，就係企圖引誘我軍。如果見到底兵倚住兵器站立呢，呢個就係飢餓嘅表現。見到供水兵打水但係自己先飲呢，呢個就係乾渴嘅表現。敵人見到有利益但係唔進兵爭奪嘅係疲勞嘅表現。如果見到敵人嘅營寨上面聚集着鳥嘅，下邊就係空營。如果敵人夜間驚叫嘅呢，就係恐慌嘅表現。如果見到敵營驚擾紛亂，就係敵將冇威嚴嘅表現。見到旌旗搖動唔整齊嘅，就係敵人隊伍已經混亂。敵人軍官易怒嘅係全軍疲倦嘅表現。用糧食餵馬，殺馬吃肉，收埋起啲吸水嘅器具，部隊唔返營房嘅係要拼死嘅窮寇。低聲下氣同部下講話嘅係敵將已經失去咗人心。不斷犒賞士卒係敵軍冇咗辦法。不斷懲罰部屬嘅係敵人處境困難。先粗暴而又害怕部下嘅係最唔精明嘅將領。派使者嚟送禮言好嘅係敵人想休兵息戰。敵人請路同我對陣，但係又唔交鋒又唔撤退嘅，就必須謹慎地觀察佢嘅企圖。打仗唔係在於兵力越多越好，只要唔輕敵冒進，並且集中兵力判明敵情，取得部下嘅信任同埋支持就已經足夠啦。嗰種既無深謀遠慮又輕敵嘅人，必定會被敵人俘虜。士卒仲未親近依附就執行懲罰，咁樣佢哋就唔會服，唔服就好難使用啦。士卒已經親近依附，如果唔執行軍紀軍法，都唔能夠用嚟作戰。所以要用懷柔寬仁，令到佢哋思想統一；用軍紀軍法，令到佢哋行動一致。咁樣就必定能夠取得部下嘅敬畏同埋擁戴。平素嚴格貫徹命令，管教士卒，士卒就能夠養成服從嘅習慣。平素從嚟唔嚴謹貫徹命令管教士卒嘅，士卒就會養成唔服從嘅習慣。平時命令能夠貫徹執行嘅，表明將帥同埋士卒之間相處融洽。第10篇地形篇。孫子話地形有通、掛、支、隘、險、遠等6種。凡係我哋可以去，敵人都可以嚟嘅地域叫做通。
喺通營嘅地域上面，應該搶先佔開闊向陽嘅高地，保持糧道暢通，咁呢作戰呢就有利啦。凡係可以前進難以返回嘅地域叫做掛。喺掛營嘅地域上面，假如敵人冇防備，我哋就能夠突擊取勝；如果敵人有防備，出擊又唔能夠取勝，而且難以回師，咁就不利啦。凡係我軍出擊不利，敵人出擊亦都不利嘅地域叫做支。喺支營嘅地域上面，敵人雖然以利相誘，我哋都唔好出擊，而係應該率軍假裝退卻，誘使敵人出擊一半嘅時候再回師反擊，咁樣就有利啦。喺隘營嘅地域上面，我哋應該搶先佔領，並且用重兵封鎖隘口，以等待敵人嘅到來。如果敵人已經先佔據咗隘口，並且用重兵把守，我哋就唔好去進攻。如果敵人冇用重兵據守隘口，咁樣就可以進攻啦。喺險營嘅地域上面，如果我軍先敵佔領，就必須控制開闊向陽嘅高地，以等待敵人嘅來犯。如果敵人先我佔領，就應該率軍撤離，唔好去攻打佢。喺遠營嘅地域上面，敵我雙方地勢均同，就不宜去挑戰，勉強求戰呢係不利嘅。以上6點呢係要利用地形嘅原則，呢個呢係將帥重大責任嘅所在，一定要認真嘅考察研究。軍隊打敗仗呢就有走、馳、陷、崩、亂、北6種情況。呢6種情況嘅發生唔係天時地利嘅災害，而係將帥自身嘅過錯。地勢均同嘅情況之下，以一擊十而導致失敗嘅呢叫做走；士卒強悍但係軍官怯懦而造成失敗嘅叫做馳；將帥強悍而士卒怯懦而造成失敗嘅叫做陷；偏將怨仇而不服從指揮，遇到敵人擅自出戰，主將又唔了解佢哋能力，因而失敗嘅叫做崩；將帥怯懦缺乏威嚴，治軍冇章法，官兵關係混亂緊張，列兵布陣雜亂無常，因此而致敗嘅呢叫做亂；將帥唔能夠正確判斷敵情，以少擊眾，以弱擊強，作戰又冇精銳先鋒部隊，因而落敗嘅叫做北。以上6種情況都係導致失敗嘅原因，呢個就係將帥重大責任嘅所在，一定要認真考察研究嘅。地形係用兵打仗嘅輔助條件，正確判斷敵情，考察地形險易，計算道路遠近，呢個係高明將領必須掌握嘅方法。識得呢啲道理去指揮作戰嘅，必定能夠勝利；唔了解呢啲道理而去指揮作戰嘅，必定失敗。所以根據分析，有必勝把握嘅，就算國軍主張唔打，堅持打都係可以嘅。根據分析冇必勝把握嘅，就算國軍主張要打，唔打亦都係可以嘅。所以打仗唔係謀求勝利嘅名聲，撤退亦都唔係迴避失利嘅罪責，只係為求保存百姓，符合國軍嘅利益。咁樣嘅將帥先至係國家嘅寶貴財富。對待士卒好似對待嬰兒咁，士卒就可以同佢共患難；對待士卒就好似對待自己嘅子女一樣，士卒就可以同佢同生共死。如果對士卒厚待，但係又唔能夠使用；溺愛但係唔能夠指揮；違法而唔能夠懲治，呢啲就好似嬌慣咗嘅子女，係唔可以用嚟同敵作戰嘅。只係了解自己嘅部隊可以打，而唔了解敵人唔可以打，取勝嘅可能性就只有一半。只係了解敵人可以打，而唔了解自己嘅部隊可唔可以打，取勝嘅可能亦都只有一半。知道敵人可以打，亦都知道自己嘅部隊可以打，但係唔了解地形不利於作戰嘅，取勝嘅可能性仍然只有一半。所以懂得用兵嘅人，佢行動起嚟唔會迷惑，佢嘅戰術變化無窮。所以話了解敵人又了解自己，勝利先至有把握。如果再了解埋天時地利，就可以大獲全勝啦。第11篇九地篇。孫子話：按照用兵嘅原則，軍事地理有散地、輕地、爭地、交地、衢地、重地、陂地、圍地、死地。諸侯喺本國嘅境內作戰嘅地區叫做散地，喺敵國淺近、眾心交戰嘅地區叫做輕地。我方得到有利，敵人得到亦都有利嘅地方叫做爭地。我軍可以前往，敵軍亦都可以前嚟嘅地區叫做交地。多國相比鄰，先到就可以獲得諸侯列國援助嘅地區叫做衢地。深入敵國腹地，背靠眾多敵人嘅城池嘅地區就叫做重地。山林險阻、沼澤難以通行嘅地區叫做陂地。行軍嘅道路狹窄，退兵嘅道路迂迴，敵人可以用少量嘅兵力攻擊我方眾多兵力嘅地區就叫做圍地。迅速奮戰就能夠生存，唔迅速奮戰就會全軍覆滅嘅地區叫做死地。因此處於散地就不宜作戰，處於輕地就不宜停留。遇上爭地就唔好勉強強攻，遇上交地就唔好斷絕聯絡。進入陂地就應該結交諸侯，深入重地就要掠取糧草。
如果去到披地就要迅速通過，陷入圍地就要設謀脫險，處於死地就要力戰求生。從前善於指揮作戰嘅人，能夠令到敵人嘅前後部隊唔能夠互相策應，主力同埋小部隊冇辦法互相依靠，官兵之間唔能夠相互救援，上下級之間唔能夠互相聯絡，士兵分散唔能夠集中，合兵布陣亦都唔整齊。對我方有利就打，對我方冇利就停止行動。試問，如果敵人嘅兵員眾多，而且陣勢嚴謹咁樣向我發起進攻，咁應該用咩方法對付佢呢？答案就係先奪取敵人最關心愛護嘅，咁樣就可以聽取我哋嘅擺布啦。用兵之道貴在神速，要乘敵人措手不及嘅時機，走敵人意料不到嘅道路，攻擊敵人冇戒備嘅地方。喺敵國境內進行作戰嘅一般規律呢，就係越深入敵國嘅腹地，我軍軍心呢就會越堅固，敵人就唔易戰勝我哋啦。喺敵國豐饒地區掠取糧草，部隊嘅給養就有咗保障。要注意休整部隊，唔好令到佢過於疲勞，保持士氣，養精蓄銳，部署兵力，巧設計謀，令到敵人冇辦法判斷我軍嘅意圖，將部隊置於無路可走嘅絕境，士卒就會寧死不退。士卒既然能夠寧死不退，咁佢哋就點會唔殊死作戰呢？士卒深陷危險嘅境地，就唔再存在恐懼。一旦無路可走，軍心就會牢固，陷入敵境嘅軍隊就唔會離散。遇到逼不得已嘅情況，軍隊就會殊死奮戰。因此唔需要整飾就能夠注意戒備，唔使強求就可以完成任務，無需要約束就能夠親密團結，唔需要申令就會遵守紀律，禁止占卜迷信，消除士卒嘅疑慮。佢哋至死都唔會逃避。我軍士卒冇多餘嘅錢財，並唔係不愛錢財。士卒置生死於度外，亦都唔係唔想長壽。當作戰命令頒布嘅時候，坐喺度嘅士卒淚沾衣襟，瞓喺度嘅士卒淚流滿面。但係當我哋將士卒置於無路可走嘅絕境嘅時候，佢哋就會好似專諸一樣咁勇敢啦。善於作戰指揮嘅人，能夠使到部隊嘅自我策應如同率然蛇一樣。率然係上山地方嘅一種蛇，打佢嘅頭，條尾就會嚟救應；打佢嘅尾，頭就會嚟救應；打佢嘅腰，頭尾都會嚟救應。試問有冇可能令到軍隊好似率然一樣呢？回答係可以嘅。咁吳國人同埋越國人係互相仇視嘅，但係當佢哋同船渡河而遇上大風嘅時候，佢哋相互救護，就好似同人嘅左右手一樣。所以想用綁住馬韁、深埋車輪呢種顯示死戰決心嘅辦法嚟穩定部隊係靠唔住嘅。要令到部隊能夠齊心協力、奮勇作戰，如同一人，關鍵在於部隊嘅管理教育有方。要令到強弱不同嘅士卒都可以發揮到作用，在於恰當地利用地形。所以善於用兵嘅人能夠使全軍上下攜手團結，如同一人。咁係因為喺客觀嘅形勢之下，迫使到部隊一定要咁樣做。主持軍事行動要做到考慮謀略、沉着冷靜而憂心莫測，管理部隊公正嚴明得嚟而有條不紊。要能夠蒙蔽士卒嘅視聽，令到佢哋對於軍事行動毫無所知，變更作戰部署，改變原定計劃，令到人無法識破真相。要不時變換駐地，故意迂回前進，令到人無法推測意圖。將帥去軍隊賦予作戰任務，要好似令到佢登高而掹咗條梯一樣。將帥率領士卒深入諸侯嘅國土，就好似喺路基發出嚟嘅箭一樣，一往無前。對待士卒要好似驅趕羊群一樣，趕過去又可以趕翻嚟，令到佢哋唔知道要去邊度。集結全軍，將佢哋置於險境，呢個就係統帥軍隊嘅要點。九種地形嘅應變處置、攻防進退嘅利害得失、全軍上下嘅心理狀態，呢啲都係作為將帥一定要認真研究同埋周密考察嘅。喺敵國境內作戰嘅規律就係深入敵境，軍心就會穩固；淺入敵境，軍心就容易渙散。進入敵境進行作戰嘅稱為絕地，四通八達嘅地區叫做衢地；進入敵境重心嘅地區叫做重地；進入敵境淺嘅地區叫做輕地；背有險阻、前有隘路嘅地區叫做圍地；無路可走嘅地區就係死地。因此喺散地要統一軍隊嘅意志，喺輕地要使到陣營緊密相連，喺爭地要迅速出兵抄到敵人嘅後邊，喺交地就要謹慎防守，喺衢地就要鞏固同列國嘅結盟，入重地就要保障軍糧嘅供應，喺披地就要迅速通過，陷入圍地就要堵塞缺口，到咗死地就要顯示死戰嘅決心。所以士卒嘅心理狀態係陷入包圍就會竭力抵抗，形勢逼迫就會拼死戰鬥，身處絕境就會聽從指揮。唔了解諸侯列國嘅戰略意圖就唔好同佢結交，
唔熟悉山林險阻、沼澤地形嘅情況就唔可以行軍，唔使用嚮導就無法得到地利。呢啲情況如果有一樣嘢唔了解，都唔能夠成為稱王稱霸嘅軍隊。凡係王霸嘅軍隊進攻大國，能夠使到敵軍嘅軍民嚟唔切動員集中，兵威就加喺敵人嘅頭上，能夠使敵方嘅盟國冇辦法配合策應。因此冇必要去爭住同天下諸侯結交，亦都唔需要喺各個諸侯國入邊培植自己嘅勢力，只要施展自己嘅戰略意圖，將兵威施加喺敵人嘅頭上，就可以拔取敵人嘅城邑，摧毀敵人嘅國都，施行超越慣例嘅獎賞，頒布不拘常規嘅號令，指揮全軍就好似使用一個人一樣，向部下布置作戰任務，但係唔講明其中嘅意圖，只係話俾佢聽嘅利益，而唔指出危害，將士卒置於危地，先至可以轉危為安。令到士卒陷於死地，先能夠起死回生，軍隊深陷絕境，然後先可以贏得勝利。所以指導戰爭嘅關鍵在於謹慎地觀察敵人嘅戰略意圖，集中兵力攻擊敵人一部，千里奔襲，斬殺敵將。呢個就係所謂巧妙用兵，實現克敵制勝嘅目的。因此喺決定戰爭方略嘅時候，就要封鎖關口，廢除通行符證，唔允許敵國嘅使者往來，要喺廟堂裏邊再深嘅謀劃，作出戰略嘅決策。敵人一旦出現間隙，就要迅速乘機而入，首先奪取敵人戰略要地，但係唔好輕易同敵人約期決戰，要靈活機動，因應敵情嚟決定自己嘅作戰行動。因此，戰爭開始之前，要好似處女一樣柔弱沉靜，誘使敵人放鬆戒備。戰鬥展開之後就好似逃脫嘅野兔一樣，行動迅速，令到敵人措手不及，無從抵抗。第12篇火攻篇。孫子話火攻嘅形式有5種：一係火燒敵軍嘅人馬，二係焚燒敵軍嘅糧草，三係焚燒敵軍嘅輜重，四係焚燒敵軍嘅倉庫，五係火燒敵軍嘅運輸設施。實施火攻必須具備條件，火攻嘅器材必須要隨時準備，放火要睇天時，起火要揀啱日子。天時嘅意思就係指氣候乾燥，日子嘅意思就係指月亮行經箕、壁、翼、軫4個星宿位置嘅時候。當月亮經過呢4個星宿位置，就係起風嘅日子啦。凡係用火攻，必須要根據5種火攻所引起嘅不同變化，靈活部署兵力策應。喺敵營裏邊放火，就要及時派兵從外邊策應。火已經燒起咗，而敵軍仍然保持鎮靜，就要等待，唔好即刻發起進攻。等火勢旺盛之後，再根據情況作出決定。可以進攻就進攻，唔可以進攻就停止。火可以喺外邊放，呢個時候就唔需要等待內應，只要適時放火就可以啦。喺上風放火嘅時候，唔可以喺下風進攻。日頭如果風刮得耐咗，夜晚就容易停止。軍隊就必須要掌握呢5種嘅火攻形式，等到條件具備嘅時候就進行火攻。用火嚟輔助軍隊進攻，效果顯著；用水嚟輔助軍隊進攻，攻勢一定可以加強。水可以將敵軍分割隔絕，但就唔能夠焚毀敵人嘅軍需物資。凡係打咗勝仗，攻取咗土地城邑，但係唔能夠鞏固戰果嘅，就會好危險啦。呢個情況叫做廢留。所以話明智嘅國君要慎重考慮呢個問題，賢良嘅將帥要嚴肅地對待呢個問題。冇好處就唔好行動，冇取勝嘅把握唔好用兵，唔到危急關頭唔好開戰。國君唔可以因為一時嘅憤怒而發動戰爭，將帥唔可以因一時嘅氣憤而出陣求戰。符合國家嘅利益先至用兵，唔符合國家嘅利益就停止。憤怒仲可以重新變為歡喜，氣憤都可以重新轉為高興。但係國家滅亡咗就唔可以復存，人死咗都唔能夠再生。所以對待戰爭，明智嘅國君應該慎重，賢良嘅將帥應該警惕。呢個係安定國家同埋保存軍隊嘅基本道理。第13篇用間篇。孫子話：凡係興兵10萬，征戰千里，百姓嘅耗費，國家嘅開支，每日都要花費千金，前後方動亂不安，戍卒疲憊喺路上奔波，唔能夠從事正常生產嘅有70萬戶口，咁樣相持數年，就係為咗取勝於一日。如果吝嗇着陸同埋金錢，唔肯用嚟重用間諜，以致因為唔能夠掌握敵情而導致失敗，咁就係不仁去到極點啦。呢種人唔配作為軍隊嘅統帥，算不上係國家嘅輔助，亦都唔係勝利嘅主宰。所以明君同埋賢將一出兵就可以戰勝敵人，功業超越眾人，就係在於能夠預先掌握敵情。要先了解敵情，唔可以求神問鬼，亦都唔可以用相似嘅現象作類比嘅推測，唔可以用日月星辰運行嘅位置去驗證，一定要
取之於人，由嗰啲熟悉敵情嘅人口中去獲取。間諜嘅運用有5種，就係鄉間、內間、反間、死間、生間。5種間諜同時用起嚟，令到敵人無從捉摸我用間嘅規律。呢個就係使用間諜神妙莫測嘅方法，亦都係國軍克敵制勝嘅法寶。所謂鄉間就係利用敵人同鄉嚟到做間諜，所謂內間就係利用敵方嘅官吏做間諜，所謂反間就係使敵方嘅間諜為我所用，所謂死間就係製造散布假情報，通過我方嘅間諜將假情報傳俾敵人，令到敵人上當。一旦真情敗露，我方嘅間諜就難免一死。所謂生間就係偵察完之後能夠活着翻嚟報告敵情嘅人。所以喺軍隊入邊，冇比間諜更親近嘅人，冇比間諜更為優厚獎賞嘅，亦都冇比間諜更為秘密嘅事情啦。唔係睿智超群嘅人唔能夠使用間諜，唔係仁慈慷慨嘅人唔能夠指使間諜，唔係謀略精細嘅人唔能夠得到間諜提供嘅真實情報。微妙啊微妙，無時無處唔可以使用間諜。間諜嘅工作未開展而已經泄露咗出去嘅，咁樣間諜同埋了解內情嘅人都要處死。凡利用攻打敵方嘅軍隊、要攻佔嘅敵方城市、要刺殺嘅敵方人員，都必須預先了解佢哋嘅主官將領、左右親信、負責傳達嘅官員、守門嘅官吏同埋門客幕僚嘅姓名。指令我方間諜一定要將呢啲情況偵察清楚，一定要搜查出敵方派嚟偵察我方軍情嘅間諜，從而用重金收買佢，引誘開導佢，然後再放佢翻去，咁樣反間就可以為我所用啦。通過反間了解敵情，鄉間、內間亦都可以利用起嚟啦。通過反間了解敵情，就可以使死間傳播假情報俾敵人啦。通過反間了解敵情，就可以使生間按預定時間報告敵情啦。5種間諜嘅使用，國軍都必須了解掌握。了解情況嘅關鍵在於使用反間，所以對於反間唔可以唔俾優厚嘅待遇。從前殷商嘅興起在於重用咗夏朝為臣嘅伊節，佢熟悉並且了解夏朝嘅情況。周朝嘅興起係由於周武王重用咗了解商朝情況嘅呂牙，所以明智嘅國君、賢能嘅將帥能夠用智慧高超嘅人充當間諜，就一定能夠建樹大功。呢個係用兵嘅關鍵，整個軍隊都依靠間諜提供嘅敵情嚟到決定軍事行動。以上呢就係孫子兵法嘅內容啦。聽完呢一集呢，你可能會發現孫子兵法呢真係唔單單只係打仗用嘅，佢其實喺度提醒緊我哋，你點樣睇呢個世界，決定咗你點樣出手。下一次當你面對選擇嘅時候，不妨諗下，你喺度用緊直覺嚟到反應啊，定係用緊策略喺度行動呢？如果你都中意聽唔同嘅書呢，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我係 Patrick，我哋下集再見。